由呢度行上台。我諗住等你一齊合唱啦，係嘅咩？頒獎典禮咧好快就會開始啦，不過咧眼見咗一些少時間，不如咧呢個時候我哋去揾幾位 TVB artist 去訪問下佢哋嘅入圍心情同埋而家嘅感覺點啊？係考自己，好開心啦！嚟到馬來西亞啦，咁所有嘅觀眾朋友見面啦，好興奮啦，因為今日大家都扮得好靚啦，好榮幸啊，可以入圍咁多個獎項嘅提名啦，能夠入圍覺得已經非常之開心啦。我係3號，阿怡 ，hello， 4號，宋爭先。我自己覺得攞演藝潛質咧都幾好，但係如果對於我嚟講，最開心攞到嘅應該會係最佳劇集咯。心情好緊張，但係都係好平常心啦。希望今晚有幸運之神可以降臨。其實攞唔攞獎，我覺得都係其次啦。咁希望今晚大家都 enjoy 個 show。